認識澳門保安部隊，了解佢哋嘅職能、工作同理念，警民同心。今日嘅警民同心呢，我哋會同大家介紹一下治安警察局嘅警校聯絡機制同埋佢哋嚟緊嘅一啲系列活動嘅。咁今日嚟到我哋錄音室嘅3位嘉賓呢，就係治安警察局公共關係處嘅李德輝警司德輝 Sir 啦，林強警司強 Sir 同埋係何家傑副警司家傑 Sir 嘅。大家好啊！我哋今日咧會介紹一下警校聯絡機制以及嚟緊嘅系列嘅活動。咁啊，所謂警校聯絡機制呢，其實係社區警務聯絡機制嘅一個分支。對象呢，主要係本路嘅中小學以及青少年團體未成年嘅學生。我哋呢，希望透過警校聯絡機制呢，加強同學校以及團體之間嘅聯繫，共同進行預防青少年犯罪嘅宣傳教育工作。咁啊，知道咧警校聯絡機制平時喺返學嘅時間就會係警察部門同學校一個緊密嘅聯繫。咁而講到啦，而家就到佢哋放暑假咯。咁喺暑假期間又點樣加強同學生們嘅一個聯繫呢？咁喺暑假期間呢，我哋為咗俾青少年啦充分咁樣善用餘下嘅時間啦，我哋舉辦咗一系列嘅暑期活動。咁啊，當中包括咗提防暑期工陷阱講座、暑期學警體驗營、暑期步操訓練班、演講技巧及新聞發佈訓練班，以及一系列嘅社區宣傳活動。我哋咧希望透過上述嘅活動咧，俾青少年咧更加了解我哋警察工作，俾有志投身警隊嘅青少年朋友啦做好充分嘅準備。咁所以聽落咧，嚟緊暑假都會有幾項不同嘅活動啊！咁頭先提到咧呢一個嘅暑期工陷阱講座啦，咁不如都先同我哋介紹一下呢一個講座嘅內容啦。嗱，咁其實呢個講座嘅內容啦，咁我哋希望透過講座啦，去講解一啲求職入邊嘅騙徒嘅手法啦，並提醒青少年咧應該注意法律法規，給予一啲預防陷阱嘅一啲小貼士啦，俾青少年朋友啦避免成為罪案受害者，或者被不法分子咧利用作出犯罪嘅行為。咁期間呢，我哋嘅人員咧同青少年團體嘅成員咧合作，以話劇形式模擬求職嘅情景，從而帶出青少年咧喺求職嘅時候咧可能會遇到或者容易跌入陷阱嘅一啲情況。騙徒手法就我哋要留意佢頭先嘅目的啦，佢會利用你啲乜嘢呢？多數咧佢都會利用你冇經驗啦，同埋急於揾工嘅一個心態。可能佢會開出一啲比較吸引嘅條件，譬如高薪啊、上班時間彈性啊、唔需要任何經驗啊。佢會利用呢啲去呃取你金錢，或者去呃取你一啲低廉嘅勞動力，又或者甚至會要求你去從事一啲非法嘅工作。咁啊喺呢個講座入邊呢，我哋亦都有一個模擬嘅話劇啦，亦都講咗幾個典型嘅案例啦，俾青少年朋友嘅，亦都係通過呢個講座啦，同佢一齊分享嘅。喺暑假當中啦，好多年青人啦會想去揾工作，咁啊會揾一啲零用錢啦，或者儲一啲工作經驗咁啊，但係有可能變成一啲騙徒為佢哋而設立嘅陷阱啊。咁啊，除咗呢一個嘅講座之外呢，咁頭先有聽到啦，就係呢個暑期學習體驗營啊。咁啊呢一方面嘅情況又係點嘅呢？我哋請家傑 Sir 同我哋講講啊。好啊，咁我哋咧喺8月底咧就聯同一個青少年團體啦，咁一齊舉辦一個為期2日1夜嘅體驗營嘅。咁主要咧都係想俾一啲青少年嘅學生啦，可以體驗一下我哋保安學員喺訓練嘅時候嘅生活嘅。喺訓練營入面啦，我哋會有安排佢一啲步操嘅訓練啦，同埋會提供一啲警務啊有關法律知識嘅講座啦。跟住同埋都係喺佢哋體能可以嘅情況之下啦，我哋係會安排佢體驗一下保安學員嘅體能訓練嘅。因為佢哋嗰陣時，你就會真係有深刻體驗，因為佢哋會真係住喺我哋保安學員住嘅地方。我哋嘅同事咧會帶住佢哋啦，咁就真係體驗到佢如果第時有志投考警察咧，佢哋所面對嘅一啲嘅訓練啦，同埋佢嘅環境會係點樣？咁其實我相信學生都會係或者青少年朋友啦，都會係比較有興趣嘅。裡面內容我哋都希望即係盡量多啲啦，個訓練可能都真係貼近我哋嗰個保安學員真正嘅訓練啦。咁但係呢個就我哋即係仲要再進一步安排啦。我哋要兼顧到內容豐富啦，亦都要兼顧到學員嘅一啲嘅安全嘅。所以參加嘅學員係直頭會住喺保安高校裡面嘅。係冇錯，即係高校裡面嘅設施，大概地點都喺嗰度啦。佢會直情會住喺嗰個地方嗰度嘅。咁就俾佢哋真係先行體驗一下。咁啊，呢一個其實唔係第一次舉辦嘅啦，係咪呢？嗱，之前嗰個體驗嘅形式呢，就可能係冇咁長嘅，因為都考慮到場地啊等等因素呢，就可能會係一個上午或者一個下午咁樣，會睇下我哋介紹我哋啲槍械裝備啊。咁啊，同埋即係步操啊，或者係再即係可能有少少體能訓練，但係就未試過係咁長時間嘅咯，真係住埋裡面就，今次就第一次，算係第一次啦。咁所以我哋就即係會揾一啲嘅
青年團體咧就會協辦先嘅，咁睇下嗰個效果點樣啊，睇下青少年嘅反應係點樣啊，第時可能我哋會再多幾次呢啲活動。咁啊，今次就第一次嘗試一下，睇下年青人佢可以承受嘅嗰個範圍去到邊一度啦。咁啊，呢一個就係可以先咧體驗一下，如果做警員嘅話，培訓當中嘅過程係點嘅。咁而講到另外一個呢，就係暑期步操訓練班，呢個又有啲乜嘢唔同，又或者有咩特別嘅地方呢？其實體驗營咧裏面都有步操訓練嘅，咁步操訓練就即係唔會係住喺裏面咯。咁但係我哋就會係詳細啲、深入啲咁樣去做一個步操嘅訓練。咁嘅步操涉及好多樣嘢㗎。咁啊涉及你嗰個合作性啦，唔係因為你一個人操噶嘛，係一班人操噶嘛，你即係個團體性，你要就翻你隔離左右嗰個整齊啊，性咁樣樣，咁同埋要服從指示啦，因為會有人係帶嗰個操嘅，要聽清楚口令啦，其實都幾有趣嘅，但係同時間亦都會幾辛苦嘅，因為步操得耐係辛苦嘅。咁啊，同埋我哋就會分幾期啦，嗰個活動除咗自己會係聽口令操之外呢，我哋希望呢，咁佢哋喺訓練咗1、2次之後呢，咁啊我哋教埋口令俾佢聽，可能佢要出嚟呢，就會叫翻口令，會帶翻操咁樣樣嘅，咁啊會係幾次咯，比較深入咁樣研究呢個步操啦。咁啊呢一個嘅步操課程有冇話特別係想針對吸引邊一啲類型嘅同學嚟參與呢？咁其實我哋嘅步操咧分2個階段嘅。咁第一個階段呢，我係首先培訓呢個青少年團體一啲骨幹成員啦。咁培訓完佢哋學識咗點樣叫口令，點樣去步操之後呢，由佢哋去操翻佢哋下嘅成員。咁啊2個階段嘅，我哋希望啦，針對呢班青少年啦，咁啊俾一啲我哋警察嘅一啲訓練項目啊，俾佢體驗一下，令佢對警察呢個工作嘅模式呢一個深刻嘅印象啦。希望佢哋以後真係有機會可以選擇投身我哋警隊嘅。又或者一啲父母都可能想俾自己嘅仔女去參與呢一啲課程，咁令到佢生活更加規律一啲，咁啊翻到去可能都自己整理下自己嘅房間多一啲啊。因為我哋體驗營可能都要接下床啊，呢都要。冇錯。我哋個規定可能都係要翻同訓練保安學員嘅規定一樣，個床要點接啊，成咁樣都要做下營房清潔咁樣。咁啊真係好似送佢哋入去軍訓一下嘅感覺啦。係啦。咁啊另外咧亦都有一個咧就同我哋想象嘅平時警察形象有啲唔同喎。咁就係呢一個演講技巧及新聞發佈訓練班，點解又會有呢一方面嘅一個培訓概念呢？嗱，其實係咁嘅，可能好多市民覺得警察一個工作都係礙於維持治安啦、巡邏工作。咁其實咧喺現今嘅社會啦，咁除咗我哋要巡邏啦、維持治安啦、服務社會啦，咁其實好緊要嘅一樣嘢就係溝通，同市民一個溝通技巧非常之重要嘅喺現今呢個社會。咁所以我哋希望舉辦呢個演講技巧嘅一個訓練班啦，係培養佢哋與人溝通嘅一個能力嘅。咁同時咧，我哋亦都希望佢體驗一下我哋平時咁有一個新聞發佈嘅，其實新聞發佈都係一種溝通嘅技巧。咁啊，通過呢2種形式咧，俾青少年朋友咧可以更加了解到我哋溝通嘅一個重要性嘅。咁其實咧喺呢個訓練班啦，咁其實最緊要咧係俾青少年嘅朋友去嘗試去企喺眾人嘅面前去做一個演講嘅。即係譬如我哋講理論講得多啦，咁其實不如你出嚟試出嚟訓練呢，係更加直接深刻咁樣去吸收呢個經驗嘅。同埋即係我哋平時嘅新聞發佈呢，就可能同一般嘅演講就唔同。演講呢，就即係可能係一個內容，可能單向少少。咁你新聞發佈呢，其實講嘅內容除咗案件嘅內容之外呢，我哋好多時間都要有記者可能會提問嘅。咁即係要考埋佢即時嘅反應，佢對內容嗰個理唔理解，同埋佢講嘢都要有個技巧。究竟邊啲內容呢係點樣表達出嚟會比較清楚啲，同埋邊啲嘢係喺翻個內容裏面可以講或者唔可以講。咁佢哋即係都要係即係呢個可以掌握埋咯。我哋都會有呢部分嘅內容噶。呢一部分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呢，可能都會覺得比較特別嘅地方，因為始終有時涉及一啲案件嘅時候，譬如一啲嘅嫌疑人啊或者受害者嘅一啲資料，亦都唔能夠好輕易咁樣披露。咁所以呢啲規定嘅都會令佢哋知道有啲乜嘢要忌諱嘅地方啊。咁除咗頭先介紹嘅呢幾項之外呢，咁亦都有喺暑假當中嘅一啲社區宣傳活動同埋一個警校交流會，不如都同我哋講一講啊。咁我哋希望呢青少年朋友呢可以同我哋一齊呢共同參與一個宣傳嘅工作啦，亦都係俾佢哋明白一個道理咧，就係其實我哋嘅維持治安工作啦，有一個好大嘅需要共同合作咧，就係市民。咁啊，透過我哋嘅宣傳啦，同市民一齊合作啦，去共同維護澳門特區嘅治安嘅。除咗話係喺社區宣傳啦，達到呢一個警民合力嘅效果之外呢，咁另外一個嘅警校交流會又會係一個點樣嘅活動嚟呢？警校交流會呢，咁其實係我哋警校聯絡機制嘅其中一個活動啦。我哋希望透過呢個交流會呢，同本澳啦各大小學校啦咁樣一個合作嘅。咁希望咧透過呢個交流會咧，大家達成一個
溝通嘅橋梁啦，達成一個共識啦。希望佢哋喺嚟緊日子咧，遇到啲咩學校嘅問題啊，學生嘅問題啊，其實都可以同我哋警方合作嘅。同埋咧，我哋希望喺個交流會上邊咧，去宣傳一下嚟緊我哋新學年嘅一系列嘅活動。咁啊，包括有啲漫畫比賽啊、填色比賽啊、海報設計比賽等等嘅。因為其實警校交流會其實我哋警校聯絡機制嘅其中一個活動，因為我哋最好注重即係社區警務嘅發展啦。社區警務其實我哋包含咗幾方面啦，警校聯絡機制一個啦，跟住另一個就係社區警務聯絡機制啦，同埋一個酒店業聯絡機制嘅。咁啊，社區警務聯絡機制就係一啲社團啊、街坊啊咁啦。酒店業聯絡機制咧就係即係酒店業界嘅一啲嘅人士啦。咁另外頭先嗰個警校聯絡機制就係我哋警方同學校。咁其實呢3個層面已經即係涵蓋咗社會上面都好大嘅一部分㗎啦。講翻頭先個警校交流會啦，咁其實就即係希望同學校拉近啲距離。其實我哋一直都有同事都會拜訪學校嘅。咁啊，因為學校就最清楚青少年嘅情況。青少年其實佢有時可能唔係話真係有咩大問題，可能佢有啲偏差行為，可能夜翻啊，喺街上面流連啊、食煙啊呢啲。咁就希望即係喺呢啲偏差行為當中呢，就已經可能改翻正就會好啲，就唔會真係去到做到違法行為咁嘅情況咯。同埋即係了解多啲青少年嘅資訊咯。所以最重要都係中間嘅一個溝通啦。冇錯，冇錯。係咁啊，頭先提到嘅幾項活動比賽啦，譬如話漫畫比賽啊、填色比賽，全澳嘅學生啊都可以參加嘅。係啦，我哋對象呢就係本澳嘅中小學生啦。咁希望透過呢個活動咧，俾佢哋更加深刻了解我哋警方嘅一啲工作。咁咧其實填色比賽咧，其實就係我哋警察故事咁有個漫畫嘅，即係嗰本警察故事嘅原稿，我哋就係冇顏色噶嘛，咁我哋就揀幾幅出嚟，就會係有填色比賽俾學生就發揮下。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參與喺呢個警察故事嘅設計當中啦。咁大家如果將來想留意我哋更多關於治安警嘅活動嘅信息啦，咁可以喺微信入面搜尋我哋治安警察局 CPSP 嘅官方微信帳號，入面會有更多關於我哋治安警察局嘅最新資訊啦，同埋我哋嘅活動都會了解到嘅。明白。咁大家就可以喺微信上面搜尋一下啦。咁亦都唔該晒德輝 Sir 啦、強 Sir 同埋家傑 Sir 咧上嚟為我哋講呢一個嘅警校聯絡機制，同埋喺暑假嘅一系列活動嘅。唔該晒3位。好，多謝晒。